欢迎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气候的变迁严重冲击着地球。16岁瑞典的查囡仔桑伯格发起全球大串联，伫2019年陆续来展开着3波的行动。全世界有780外个国家，超过400万的学生、青年甲环保人士，行就街头，呼吁各国的政府提出着具体政策甲作为，通来减慢着气候的危机所带来的浩劫。台湾有几来环保团体嘛来号召民众响应，因提出5大诉求，包括台湾应该达到零碳排，爱来提悬着空气品质的标准，爱甲烧炭的电厂停掉，嘛爱来召开着国民气候会议等等。这个学者来警告，因应着气候的战争，台湾已经慢人一大步了，必须要爱加速度展开行动。走上街路，大声的话表达心内对气候危机的恐惧加烦恼。2019年9月，世界各地发动一场规模空前的全世界罢工罢课为气候大串联，南到澳洲，北到冰岛，做伙的响应。各国的少年学生、社会人士、环保团体拢站出来为地球而战。So what's the point of studying in school if the world's going to be gone? A lot of people are going to die from old age, but our generation, we're going to die from climate change. 极端气候影响全世界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拢会使感受到。太平洋顶面海拔较低，多数国家竟然是头一个钓。最近几年来，目睭紧紧看到海水吞掉家园。吉里巴斯所罗门群岛的囡仔穿传统服装的响应，希望大人赶紧采取行动，阻止环境的灾难。这股愤怒的话声在全世界不断地发生效应，台湾嘛无发生。赶快来面对我们的气候危机。我们虽然吹着冷气，但是我们只是在客厅里的北极熊。真侪环保团体招民众响应，绿色和平组织在台北西门町设一个台湾形的冰雕，用安尼来传达解救气候袂使搁钱。我们不要得到肺腺癌，我们不要得到癌症。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同步伫南北发起行动，爱同权者共同面对气候甲空气污染的问题，包括政坛、医界、教育界拢有人参加。因更加透过行动局呼应气候的行动，传达灭绝的危机真紧急。其实会觉得很沉重，这样，因为我们的小孩其实没有很大，这样，然后他们的未来我会很担心，就是现在资源已经被夺取的差不多了，这样，然后他们可以用的东西其实不多，在未来这样。那来参加这个是因为大潭藻礁那里要开发，然后就希望可以做一点什么，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小林村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灾难而灭失，那我们经历了10年，才有办法在今天这个第10年走出来街头上，跟人家讲说，气候变迁这个议题对整个台湾跟整个世界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希望我们的国家可以把这个层级拉高，在做防灾或者是环境议题的部分，可以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必须要怎么做。9月29日前，前后一礼拜行动伫世界遍地开花，180外国家超过400万人共同接力，是伫2019年3月到5月以后第3波全球气候运动，应该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串联罢工罢课的记录。看到气候变迁对新世代这大的冲击，气候小斗士16岁瑞典的查某囡仔格雷塔·桑伯格为2018年起一人罢课抗议。这项行动扩散到各国，结合全世界的力量，成功唤起部分的人士关心甲重视。
在2019年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已经甲展现无比的勇气，骂世界领袖。I shouldn't be up here. I should be back in school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ocean. Yet you all come to us young people for hope. How dare you? You have stolen my dreams and my childhood with your empty words. We are in the beginning of a mass extinction, and all you can talk about is money and fairy tales of eternal economic growth. How dare you? 气候峰会总共有60外个国家领袖参加。桑伯格用愤怒甲目屎控诉各国对温室气体排放甲环保无作为，拢无要参。为了参加峰会，桑伯格更加挑战用14天驾驶零排放的帆船渡过大西洋，更会使食冷冻打碎的物件，船顶嘛无卫浴设备，一路为英国航行到美国，要显示出这份机旅行会造成大量的碳排放，用直接行动对抗暖化。You are failing us, but the young people are starting to understand your betrayal. The eyes of all future generations are upon you. And if you choose to fail us, I say we will never forgive you. There's a new force of nature at hand, stirring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at we can do for them is to get the hell out of their way. 同款关心环保议题，美国影星哈里逊福特嘛是桑伯格的同伴，在峰会上呼吁各国提出对策，以保护下一代。暖化问题失控，生态系统失衡，森林大火、暴风大雨，海平面上升愈来愈严重，地球反扑一摆比一摆较激烈，一摆比一摆较严重。国际红十字会估计，全世界每礼拜有200万人因为气候变迁的灾难需要援助，若无设法去抢救，未来30年内，这个数字将会继续一倍一倍的成长。This is our darkest hour. The science is clear. We're in the 6th mass extinction event, and we will face catastrophe if we do not act swiftly and robustly. 气候问题这危急，发烧的地球，佫会使冻偌久？各国在2016年正式签署巴黎气候协定，要控制全世界温室气体排放，收住本世纪暖化未超过摄氏2度的基准线，并且拍拼控制升温至摄氏1.5度以内。不过，即马巴黎气候协议明显已经无够啊！因为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的研究报告，2015年到2019年期间的全世界平均的气温变成历史上上热的5年，气候暖化速度嘛正在加速，气候变迁已经到临界的关键时刻，台湾敢准备好啊？台湾的不足刚好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基础建设相对来说不错，所以面对了灾害我们带来的损失，大家觉得还可以承受，所以我们的防灾意识非常的不够。我们过去有集集地震，我们有莫拉克风灾，它会反复的发生，所以将来我们面对的这种灾害，它带来的冲击其实会远远超过我们过去所承受的。台湾最近几年来，天灾可患、淹水、农损灾难连连。台湾历史和平组织分析，最近20年来，台湾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增加41%，气温上升的速度嘛提悬2倍，土污日数更加增加70%。若无积极的行动，当台湾面临海平面上升，估计有120万人会受到影响。被淹去的面积恐惊会超过5000座大安森林公园。到2050年，一年超过35度的工数会超过100天，估计将无寒天。无疑是气候危机之下影响上界严重的国家之一。台湾在过去的4年里面，碳排放的排名一直都是25名。虽然它的名次一直维持在25名，但是它的整个人均碳排放的数字是不断的在上升的，平均每年的上升速度大概是在1.5%。如果我们把一些50万人口以下的小国家，比如说像海岛型国家，把它排除掉的话，台湾其实排名是在17名的。在这样子角度之下，台湾其实应该要负更大的责任，去减除它的碳排放。环保团体嘛提出5大诉求，其中上个重要就是零碳排。专家直接批评讲，台湾伫减碳意愿甲力头差一截，
因为目前台湾人平均碳排放量是11吨外，时停估计2050年降到5吨4到6吨，也要看巴黎协定标准。希望2050年世界的人平均碳排放量降到1.0到1.7吨。台湾跟国际目标依然差一大站。我们国家这方面步骤很缓慢，然后作风很保守，但是另一方面也看出来，全世界面对减碳，它的压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它也告诉我们一个危机：当这个联合国 IPCC 它所公布的这个减碳路线图，我们全世界都不能达标的话，在这个世纪中期之前，全世界的升温一定会迈过1.5度以上的这种门槛，那这是非常可怕的。它带来的冲击是连锁的。过去、今年还有未来，大概每天都有因为空污而早逝。每一年因为空污还有气候变迁而早逝，我估计大概10000人起跳。你敢用 PM2.5年均值15是不够的，你降到10，还有很多的台湾因为安尼中风而早逝，心肌梗塞而早逝。这讲意思就讲，空污是没有一个安全值的。如果用头一个一款防治的精神来防治空污，来重视空污，我想这个才是对的。台湾空污严重，你我拢感受得到。环保团体嘛要求政府加严空气品质的标准，管制气加 PM2.5、PM10等空气污染物，至少都要依照世界卫生组织设定的标准。争议真久的高雄兴达烧土团的电厂已经召开国民气候会议，同款嘛是环保团体重点的诉求。台湾的燃煤电厂大部分全部都在中南部，台中、中火跟麦寮都引起关注了。麦寮2025年的时候就是半天然气了，麦寮才不到25年，26年就要除役了。中火现在应该是大概没有30年了，马上要一直被迫。高雄的兴达现在已经是37年了，还要烧好烧满烧到40年。高雄人为什么要修到40年？未来台湾的发电一定不能够用煤，这个煤将来是一定要去排除掉的。联合国也是希望说，到了这个世纪中期以后，那全世界几乎不要用煤来这个发电，可以减少空气污染，很大的这个帮助。气候变迁所带来的这种压力造成的冲击是远远超过我们过去国家所面对的危机，所以一定要说从上到下，从这个公到私，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而且有共识，我们才能够走得好，然后走得稳。地球保卫战袂使搁前，面对气候危机，伫国际做伙决策时，环保团体嘛直接批评讲，台湾的政策敢若中短期的口号，步调太慢，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唔通搁坐咧等死。专家更加指出，伫台湾气候变迁应该要制定专法，以利对抗未来大祸剑。再生能源它就是一种你发展的越久，它的成本下降速度会越快的一种能源，所以我们需要把眼光放远。能源政策并不是一个短期的政策，必须要去看它在长期可以有什么样子的潜力。在土地上面的话呢，我们其实现在虽然有太阳能跟风力，但是台湾的再生能源潜力不只是这样，我们也可以就是在未来技术越来越成熟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应用更多的海洋的资源，去达到我们的再生能源。英国在200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气候变迁法，他们就已经开始把这个减碳纳入他们的法律不但是说这个2008年，去年的时候他们也把这个做了一个修正，那他们已经宣示说，在2050年的时候，英国就会做到零碳，也就是碳中和这个境地。过去没有气候变迁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不需要它，但是现在气候变迁已经变成了一个我们国家最威力最大、这个威胁最深的一个这个压力，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法源，气候变迁法就可以把这些散布在各个部会的法律把它整合在一起。另外，我们也可以透过气候变迁法把它做得更完备一点。看到这巨大烟囱包围了整个大林埔聚落，空气污染是全球问题，台湾也无法幸免。有别于传统的露天煤厂里，
气候危机伫全世界发出警告的声音，台湾要安怎因应变成重要课题？2019年，青年势力撼动全世界，不分国界、不分语言，因站出来共同为解救地球而奋斗。面对这场气候的战争，各国是不是法度将口号化为实际作为，正是你我的将来，是不是法度度过气候危机的重要关键？